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发表后战胜利80周年的演讲，上主要是就后战爆发的历史，强调守护家园，反对侵略甲坚持和平。 总统赖清德、副总统萧美琴同齐出席后战胜利80周年的纪念大会。赖总统上台发表演说。这不仅仅是台湾首次纪念欧战，也象征着我们与国际社会更紧密的连结。二战无疑是人类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战争，所带来的伤痛，更是直到今日 仍有深远的影响。纪念后战胜利负上重要意义，除了人类社会团结、共同反侵略、护家园、追求正港和平决心，当年中心国即马嘛将做100%民主国家，享负真正和平和繁荣，得到世界尊敬。落尾阁参考后战爆发，提醒对威权政权的扩大野心，唔通无准稳。二战的惨痛经验告诉我们， 姑息只会让侵略者食髓知味，并且膨胀更大的野心与自满的利牙，继续向前征服，直到民主的国家倒下，自由的火苗熄灭。 单杯内容除了复兴历史，更加是伫咧现主时紧张的台海局势，强调台湾和世界徛做伙。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与国家， 在此时此刻，务必要一起合作，在风险成为危机，危机变成向外扩张的野心前，就紧密团结起来，让侵略者的野心毫无可乘之机。对外宣告守护自由的决心，嘛发声民主国家真心团结，对抗威权亲门大户，未当大意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